港股市咧今年表現大家都知道啦，係非常之強勁啦嚇。咁啊去到9月底啫，個恆指都已經升咗成3成幾啊。咁而呢一波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好多都係由譬如 AI 啊人工生成啊呢啲概念嘅帶動嘅。呢一個牛市，如果我哋覺得係牛市嘅話，其實而家我哋先至入會唔會太遲呢？定係其實都仲係一個入市嘅時機呢？如果你睇今年全球股市由年頭到8月嘅表現咧，你都會見到呢個圖咧，中國同香港嘅股市咧係遠遠跑贏歐洲同美國嘅股市嘅。而到9月咧 ，MSCI 中國咧其實升咗42%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睇今年整體入第4季嘅對大中華股票嘅睇法咧，我哋其實係好正面嘅。咁最主要有3個大嘅原因啦。咁第一咧，其實我哋見中國 GDP 喺上半年咧係增長係5.3%。咁而雖然我哋覺得入去第4季可能增長會緩慢少少，因為其實出口咧上半年嘅亦都係增長十分之亮麗嘅。咁但係我哋覺得中國係有好多政策係會支持高質量嘅增長嘅。而另一方面咧，如果你去下一張 slide 咧，你都會睇到嘅，就係其實中港股票今年嗰個流動性係十分之強勁嘅。咁如果你睇南向嘅資金咧，其實到10月頭咧已經達到1500億美元㗎啦，遠遠超過舊年個水平。咁同埋咧，投資者係買唔同嘅板塊嘅，即係唔係淨係入一個板塊啦。咁金融啦、科技股啦等等各樣。再加上咧，其實港股個 IPO 咧係十分之活躍嘅今年。而我哋見到IPO 嘅下半年咧係有多過200間係排隊上市。而呢個大趨勢我哋入2026年咧都會繼續嘅。所以同埋咧另一樣我覺得都較為重要嘅就係外國嘅投資者咧翻嚟港股係啦，咁參與度咧今年係明顯係提升嘅。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呢啲係利好嘅因素。同埋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如果你落下一張 slide 咧，你會見到其實中國今年咧都加大咗政策力度嘅。上半年咧，我哋有以舊換新嘅政策啦，都大大推動消費產品嘅銷售嘅。咁而7月咧，中國都宣布咗反內卷嘅政策啦。咁而我哋團隊咧，其實覺得呢個政策好正面嘅，因為其實中國有一啲行業咧，嗰個產能過剩啊，又或者太多競爭嘅狀況咧係較為嚴重嘅，譬如太陽能設備啦、鋼鐵啦、水泥啦、煤炭呢啲板塊咁。咁我哋覺得中長線咧，其實會對呢啲行業嘅盈利咧會慢慢嘅改善同提升，而增加嗰個回報率嘅。另外咧，我哋覺得如果你睇中國15/5計劃都將會出爐啦，我哋有幾個領域咧都睇好嘅。第一咧就係科技嗰方面啦，咁中國都係大大推動自主科技同埋提升嗰個自主能力嘅。而另外就係能源再生能源嗰個方針啦，你都見習近平咧，其實今個月咧喺氣候峰會都有講到2035年嗰個減排嗰個目標，比起高位減7到10%啦，同埋非化石嘅能源嘅消耗要多過30%。咁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對內嗰啲再生能源嘅供應鏈嘅公司咧，都係十分之有利嘅。而第3個原因咧，就係我哋見到 MSCI 中國咧個盈利係有復甦嘅。如果你睇下呢幅圖咧，過去呢3年咧，其實盈利咧係正數嘅，係我哋見到有好多板塊，譬如科技股啦，譬如半導體啦，同埋醫療啊，呢啲其實都係見到有盈利嘅升幅。所以如果呢個盈利嘅改善可以再擴到去其他嘅板塊嘅咧，我哋其實覺得整個大中華嘅股市係再有機會係向上走嘅。